大家你好。哦，bingo，你发片1年1度对不？所以这里可喜可贺啦，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这个访问一下，而且呢，让大家有这个机会，我访问你很少呢，这刚开始我入来波多连播帮第一届呢。第二届啦，第二届吗？你比我还清楚。有一届我无说你到你的这部暗时无来第去哦，对，拉扯有一届啦，对，所以这是第二届。这算讲第二届。是讲普通时拢我咧访问迄个歌手，今仔日是换你哈，因为我也是歌手啦。对呀，你早就是歌手了。是啊，你从1993年就是歌手。喂，你就我这么累吗？当阵那我那是咧。背包背书包去学校的，我真的是听你歌长大的啊！你先唱什么歌？多了，对不对？讲不出来。常常听到别人说我是如此爱着你，对不对？啊，下班，下班啦，对不？还有落花啦，哇，对不对？你看哦，为什么那2张专辑都不会太红？你知道吗？为什么？伊讲啊，都等他出来唱歌，啊，未上班都下班，花啊未开就落花，落花。对哈，所以这个好像取歌名好像蛮重要，就像我们去唱那个什么歌唱比赛嘛，千万不要选回家，唱完会回家，对，马上回。所以落款很重要，是，对不对？所以这一次 bingo 的落款，我们要好好的来检视一下，对不对？好，还真好，哇贝贝啊，老板，我们也要跳槽哈。不是销售量会飞，对不？这首歌曲哇贝贝也是一样全创作的专辑。bingo 最新的专辑里面呢，哇，里面有好几首歌这里哇那是赶快有的是男女对唱的，有的是独唱的其中有华语歌曲，是啊，对不？这一次创作的心得跟灵感是源自于哪里？其实说真的这次的1年1度的成绩单每年可能都不太一样去年我有在专辑里面尝试了一首这个把台语的部分，然后再翻成华语的部分就是我跟张静云合唱的，小邓丽君合唱的《爱到深处无怨谁》，然后结果市场反应不错，而且老板也觉得说，我本来就想唱华语嘛所以我来下这款的歌，唱这款的歌应该不会太差对，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其实有时候创作很难讲短练，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语言跟文字不是咱创作的主力，反倒是我们的加分是因为咱把唱过华语歌嘛，把唱过台语歌，所以咱创作型其实它可以有点可以信手拈来把对的词、心情，把它用不同的表现出来。所以我就在里面放了一首华语歌，而且我放了一首是比较早期 disco 节奏的，错过你的人，对不对？哇，这一首歌是华语的歌曲，对不对？然后呢，当然主打歌是我欲飞我要飞，还有咧男女对唱的嘛，真重要，尤其在咧台语歌单当中这男女对唱跟大家比较有这个共鸣，对不对？大家要这个就真这台商今嘛爱唱迄种华台的啦近几年嘛有唱过华台的，对华台。但这一次不是，这次是台嘛，台，这次是台语，完全纯台语，还是邀请到凤娘。凤娘是我们同公司的啦。说真的，我们唱片公司就是这样。你今天要被邀请这个歌手的话，就算你有很想要的歌手，或者别人很想要你去配合的话，马博一定有机会嘛。但是我们自己公司就很会唱的你说苏明会不会唱？我说加高球凤娘会不会唱？加高球，这2位都是常常入围金曲奖的。是啊，所以我就说我很有这个应该说荣幸啦因为你跟高唱歌会样唱的人唱歌的时候，你会激励自己写东西的时候会有想要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譬如讲今夜的思想机，我们叫男生唱这个 key 差不多嘛，对不对？OK 对不对？对。可是事实上在女生的这个部分已经算是偏高一点的，对。那他如果功力不太好的话，就被那个歌吃掉了，就被那个音吃掉，没有错。但他会唱歌，像凤娘这么会唱的话，你看今夜的思想机，他就直接把那个味道就唱出来了。真的呢，这首歌曲就是他都话 bingo 说引请为这一次的主打歌，男女对唱叫做今夜。对不？这一首歌叫做《今夜》，很有特色，而且会马上就让人家记住他的名字。当初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从副歌开始写对了以后，我就觉得今夜的思想机，声声是等待你。然后我就想说，这歌名要叫今夜的思想机吗？还是要叫今夜？2种其实都可以啦。说真的，或者叫书香机，书香机已经有了，对，已经有了，对不对？已经有了嘛。对，不然叫
？A 是什么？就是金鸭跟苏香鸡中迄个 A， 我拍谁不笑？哇，给我金鸭啦，对不对？哎，叫金叶哈，而且这个词写的还真好，我一直都很崇拜 Bingo 写词的功力。阿老公，文思泉涌啊你。对你根本就是祝枝山在世嘛，对不对？什么叫祝枝山？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过节的一个祝枝山呢，是文人文采飞扬。可是你发音就是那个朱太重了。祝枝山是枝山啊，不是英台哈。没有，有时候我在写歌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本来就喜欢玩一些文字游戏的，就是讲哈，下面换的力啊，拼来凑去啊，有不同的感觉。但咱下载一挂你知道吗？没下卡好杂呗，其实也可以啊，就用深一点的方式来写。可是有时候专辑里面哈，你把它想一想，最真实、最生活、最直白的表达哈，反倒是比较难写。对。但是你俩下来出来的时候呢，我干嘛？很多人就可以朗朗上口，跟着唱啊。这个嘛是那样，今夜你看现在好多的朋友在 KTV 啦，在卡拉 OK 点歌的时候，他们希望有这种男女对唱，对，然后是有一点点思念，然后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那还不错，今夜冷风吹，唔知冷，冷我脚心不明。哇，这写的真好。因为冷风吹唔知冷，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人会有点麻木。对，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等待啦，就是或是说有思念啦，或者说有一点期待的感觉，就是说你已经不知道啊，冷为的久也是心不明，你知道吗？我何时才可以回到你的身边？你知道吗？就是一种思乡啊、思念的感觉。那尤其是你跟你的阿娜达，如果远距离恋爱，把这款远距离恋爱的朋友拢知影讲，其实那都是一种意志力在支撑。对，没错，对吧？真的是靠意志力。然后你讲什么人啊，过生活时唔免朋友，唔免一寡这个问候，那种是不可能的代志。唔对哦，当然这首歌曲也可以给很多远距离恋爱的人呢，来解一下那种相思之愁啦。这首歌曲《金鸭》这是这个Bingo周伟杰加凤阳的这个对唱嘛，是落伫Bingo 2013上新专辑《我被陪》当中，那就马同齐来欣赏。今夜的月虽然圆，若无你伫身边，怎会水？今夜的花虽然开，若无你伫身边，无香味。冷风吹，不知冷。月照心不明，孤夜暝你在他乡，在他乡我想你。今夜的思乡机，声声是等待你。有着伊来离开，请保重你自己。今夜的思乡机。所的一段情，不敢来放袂记。袂记，亲像彼日水，咱期待重逢时会约定。
来离开，请保重你自己。今夜的思相机，写写是我爱你。约束的一段情，不敢来放袂记。亲像彼日水，咱期待重逢时的约定。今夜的思相机，写写是等待你。有着伊来离开，请保重你自己。今夜的思相机，写写是我爱你。约束的一段情，不敢来放袂记。亲像彼日水，咱期待重逢时的约定。今夜你伫想啥？今夜的思相机，写写是等待你。有着伊来离开，请保重你自己。今夜的bingo 周伟杰，我被不会专辑，凤娘深情对唱，今夜送给天下有情人。咱期待重逢时的约定。巨人唱片。